章，我的外婆，小小插曲。上一章我的外婆下集曾經提過，我同姐姐響屋企分別見過已過世婆婆幾次。今次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同姐姐嘅經歷。呢個小小嘅插曲比較簡短，希望大家都中意。我姐姐第一次見到過世婆婆係放假日子，唔使返學，全家一齊去酒樓飲茶。飲完茶後，媽媽去街市買餸，得我同姐姐一齊返屋企。冇諗過一返入屋，姐姐經過媽媽間房，叫咗一聲，跟住走嚟同我講，我見到婆婆坐咗響媽媽張床上面，響度摺衫。我靜靜走去媽媽房裝咗一下，但只見到一埋摺好嘅衫，乜嘢都見唔到。嗰次之後，姐姐就冇再見過婆婆啦。我哋屋企房間同客廳嘅窗都係朝向西邊，即係俗稱嘅西斜，成間屋都充滿陽光，非常光猛。姐姐覺得好奇怪，咁猛太陽點會見到婆婆？但我哋當時住嗰間一家大細，雜誌嚟我屋企玩或者過夜嘅親戚、同學、朋友都有響度遇鬼嘅經歷，留待日後慢慢同大家講。仲有一次有啲無聊，我響屋企嘅廁所玩水杯，我打起個杯響水喉斟咗水，睇住杯裏面嘅倒影，杯嘅反映嘅嘢係倒轉，覺得好得意。我玩到得意忘形，我望咗一陣子，突然好清楚咁見我婆婆個樣，用住好惡的表情鬧我唔好玩杯，佢個樣冇倒轉嘅，我嚇到即刻放低個杯，唔敢再玩落去啦。我同姐姐各只見過婆婆一次，之後就冇再見過。